有人睇到我呢個視頻，可能真係要發爛渣啦。原來我哋平日講嘅發爛渣、渣嘢呢啲咁常用、咁通俗嘅說話，都係出自古漢語。渣字雜韻注音側下切音渣，原本嘅意思係墊鞋底嘅草墊。廣韻解釋為理中草。漢書裏頭亦有冠雖敝不以渣履，意思係頂帽雖然係爛咗，但係都唔能夠攞嚟墊鞋底。後嚟咧，渣字就引申指糞草、糟粕或者係有缺陷嘅嘢。比如莊子《讓王篇》裏頭就有其土渣以治天下，意思係道嘅糞草都可以攞嚟治理天下。韓愈亦有一句補渣罅漏，意思係彌補缺陷。而粵語嘅渣嘢就係指水平低、質量差，同古籍嘅意思就基本一樣。發爛渣就係將自己當成係爛鞋墊或者係糞草，破罐破摔、蠻不講理發爛渣。亦都有人寫成係發爛渣，渣就係渣嘅俗稱。